環保觸覺批評政府就東北發展聘用同一顧問公司做項目設計、環評同埋諮詢，可能發展到監督嘅作用。如果佢同時兼任，譬如好似新界東北今次咁呢，佢同時做公眾諮詢，同時做成個項目嘅設計，咁就會出現問題啦。就好似考試咁，個學生自己做完份卷，自己改翻，自己俾分，咁你可以睇到呢個評核咧已經失去咗意義。譚凱邦又質疑政府自己提出東北發展項目，又自己去聘用環評公司，會令到環評報告做唔到客觀同埋中立。加上主力推動計劃嘅發展局官員一而再被揭發涉及利益衝突，而誠信盡失。即使有建議成立獨立委員會重新推行計劃，又或者撤換發展局局長，譚凱邦都認為作用唔大。即係成立一個委員會去推動新界東北，我擔心只係換湯不換藥。因為而家其實引致咁多利益衝突嘅問題，同埋環保團體對於佢個環境影響評估好大意見。其實整體而言，其實係新界東北呢個發展係充滿住問題。咁如果佢成立咗個委員會，又係硬推嘅，其實係無助解決而家個問題。而家新界東北呢個項目呢，實在係太多障礙，同埋係有不公義嘅情況。咁所以呢，我哋覺得無論而家換唔換個局長，成個政府嘅高層應該思考一下，係咪仲繼續推動呢個帶嚟社會咁多負能量嘅項目呢？咁呢樣嘢係特區政府、特首同埋阿林鄭嘅司長真係要諗一諗，就係應該要暫時呢係撤回呢個新界東北呢個項目。佢又警告，東北發展環評報告並冇提出古洞北同埋粉嶺北以外嘅可行選址，係違反環評條例嘅技術備忘錄，日後可能會面臨司法覆核嘅挑戰。建議政府接受高球場嘅替補方案，並重新諮詢公眾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葉曉南報導。